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，何西阿书第1章11节到第2章15节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平静。诗篇46篇，大笔的诗篇安尼讲着：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气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刷到海中，海水野涌哗哗吼。山因为海涨摇作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到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关上帝徛起圣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曝光，上帝就帮赞伊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摇动。上帝出声，地就萧扬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来看上主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压指经，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。伊讲拢静静，着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中间受到尊崇，伫全地受到最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这个情景就好若亲像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的经文的记载。当耶稣基督甲门徒伫加利利湖的船顶，忽然间拄着大风涌的情景。特别的诗篇也讲着海水野涌哗哗吼。山因为海中摇作，咱拢免惊。但是无共款的是，耶稣基督的门徒伫咧船顶拄着大风涌，却是惊吓伫遐真忍耐。因大声喊讲：“老师，老师，阮得的无命！”因注目伫咧看风涌，却袂记得主同在。因家己无法度安静落来，这是目花吗？其实是因为因的信心不足。最近几工，咱拢用过这个何西阿先知的预言咧分享。也看到这个分裂的以色列甲犹大国，虽然因的国家是分裂的，不过因伫得罪上帝甲违反上帝顶悬，却是一致的。圣经甲咱讲，犹大家甲以色列家要过一届联合。为着家己推选一个领袖，因要伫家己的土地重新繁荣起来。是耶稣列的日子要成做一个大日子。上帝再度透过何西阿先知甲以色列讲：“我的儿女啊！虽然恁的老母无搁再是我的某，我无搁再是伊的丈夫，但是恁要伊哀求，
劝伊除掉面顶悬迄副奸淫的相貌，无搁暴露伫即个引诱人的形象。若毋是伊毋听，我就要剥下光伊的即个衫，互伊来赤身，好若亲像拄出母胎的婴儿。我要互伊亲像旷野，亲像沙坡，互伊喙焦来死。这是咧讲着被譬如做不忠的以色列。因为因的眼目看的毋是上帝，因所看到的是欲望，是偶像，是离开上帝的道路。因互因家己陷入着家己所选择的迄条风影的路中间。但是虽然因安尼来背叛上帝，上帝嘛是真无欢喜。但是呢，上帝并无来气杀因。先知何西阿佫讲着，所以我要带伊到旷野，安慰因，甲伊的心赢倒转来。我佫要将泡汤园献互伊，互灾难国变成做希望的门。伫迄个所在，伊要回应我的听，亲像伊少年逃离埃及的时阵共款。以色列人军队这选民基督徒，应该拢爱会晓得对灾难国行出来，来行往上帝所备办的希望门。继续享受上帝的疼。人头前的路要怎样行，就爱家己去行，就爱家己去选择。一旦选择了后，就必须爱为着家己来去负责。除非所行的道路是上帝所甲咱铺成，上帝就会为着咱来负责任。既然咱行伫上帝的道路的顶悬，就必须爱学习专心来甲上帝相甲行，爱真心来倚靠上帝。上帝所应允的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，因为人需要上帝。但是咱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就发现，虽然有真济人伫信仰的内面有上帝的同在，但是因却亲像门徒共款，真容易着惊失措，大声喊讲：“主啊，得要无命！”照你讲。耶稣的门徒中间有几啊位是伫加利利海边仔的掠鱼人，因应该对加利利的情形无生分，上界无多多少少嘛捌听过加利利海的大风攻击的事情。咱真正需要学习专心的倚靠，毋是注目伫迄个风影危难的中间，互咱的性命的主上帝会通真做陪伴咱的主，互咱伫即个风影的中间会晓得超吹来倚靠伊。互伊来平静咱生命中间的风影，无论是通事先知影，或者是讲忽然间来的风影，因为咱有主伫咱的船顶，咱就无惊风影，因为有伊
因为我靠伊，伊就要为着咱来平静这个风涌。诗篇85篇，上主啊，你有施恩予你的地，以色列受掠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。你有赦免你的子民的罪恶，擦消一切的罪恶外。你有收回你拢总的受气，散你猛烈的受气。拯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倒转来，散你对阮的受气。你减要永远对阮受气吗？阮要继续受气到万代。你减毋甲阮救我，互你的子民因为你来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疼，将你的救恩赏赐互阮。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赐平安的欢迎。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，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的阳光临到伫咱的境内。慈爱甲信实三拄，公义甲和平三揽。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嘛降落。上主使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上主的头前，为着伊准备道路。感谢上帝赏赐阮以马内利的应允，要甲阮同在，保守阮经历风涌的时阵，有主你的保守，互你来掌权，平静阮生命中的风涌。感谢主，奉过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